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来伫倒诶？有人知影即位无？即个诚水诶一个教堂哦，听讲是用一个贝聿铭对无？著名诶设计师内底拢无条啊。无条啊诶一个教堂伫台中东海内面，为虾米咱今仔日要来遮？其实是参加一个100档诶吼，庆祝一个100岁诶人，是安尼吗？庆祝一个对日本传入诶一间教会。这已经100档啊，这有厉害哦！而且听讲吼，伊来日本诶时吼，是安那？甲因厝伊本来住伫美国对无？厝拢卖来遮呢。敢有人安尼？敢有人遮尔戆诶？讲卖美国啊来走去东京啦吼，东京可能阁袂歹啦吼。走去日本，来日本为虾米走来台湾呢？你今仔日爱看到最后，因为今仔老师后壁阁有一段好看诶影片，互大家看哦。为虾米讲迄个100档豪赌啊吼？就是甲伊诶家产拢卖去对无？规家伙啊搬来东京吼，为着要做一项代志啊吼。咱爱对1890抗，因为台湾是1895嘛管条约时阵，从互日本管。这是伫清朝诶时阵吼，日本有一个叫做中田重治吼，去美国读册，伊去芝加哥诶牧地神学院读册，即间神学院真有名啦，培养足济宣教师吼。伊拄去诶时段，甲美国诶一个叫做查理考门违反去做另外一个名啊。不过咱直接讲叫做考门，正做共班诶同学哦。因两个是同学啦，一个日本人，一个美国人啦。后来即两个拢做热心伫迄个书中福音，但是重生啦、生性。心意在念这款所以两个人的合作来传福音结果传出真大的效果。是，这间是啥物？牧地就是美国芝加哥的牧地神学院，这间就是。这看起来都是日本人去的呢吼。来到来遮了。1901考门夫妇因翁仔某两个人就走来遮吼，就卖掉美国所有的财产。伊本来伊是咧食头路啦，是一个电报，就是算咧电信局安尼食头路。后来伊卖所有的财产，然后伊就甲因某两个人来台湾。因某是最有名的就是写迄个荒漠甘泉的迄个考门夫人。有人知影荒漠甘泉无？做名着吼。因会来到东京。是，所以后礼拜讲着因某的故事啦吼。因来到遮的先，毋是，伊是来到遮。伊1901年来来第5年，就正式来成立远东宣教会，佮设立东京的圣经书院。这间神学院台湾人有足济人在遮读册，读个以后，佮倒转来台湾来传福音。所以圣教会甲伫台湾一直发展，就是因为有人来这间学校读册。进前台湾无神学院就对啊。对，迄阵来日本的就来伫遮。是，所以一个咱要讲1926年迄个叫做中田重治这个日本人足热心咧传道理。伊伫东京的新年的一个会内面，就呼召讲什么人愿意去台湾，因为伊讲台湾的时机已经熟啊，就是讲
五国嘅形式，什么人要去刮，要去受刮。当场就有一个学生啊，伊当时要信学院读了要一冬，迄个就是安部腾夫啦，伊讲伊要去，然后中田重治呢，就甲伊来伫台北建立教会，足紧的啦，随讲随来的对。因为迄阵拄好就是台湾搁伫日本统治的时代迄阵对1926年，1926是台湾属日本国，所以台湾的国旗是日本话，毋是中国话。所以进前话台湾就是讲一段历史吼，咱其实无啥介日本人，但是因伫遮吼有留足好的一个信用的。伊真济伊有留真济，你若要甲算袂了。像阿里山的铁路，阿里山铁路即摆全世界有名，迄个是日本人留的。是。所以咱莫看迄个无好的所在，咱来看因留落来好的物件，嘛是足济呢吼。老师，这个道平讲广告啊。还有吼，咱看迄个中大神学院，台中也有一间叫做中大神学院，顶悬阁有一个叫做宣教会，远东宣教会，因为是远东宣教会出资金来伫遮起一间神学院。新教会，足早以前设立，后来的这间神学院专门培养新教会传道者。你听讲我阁有去过这间神学院参观，但是这本已经拆掉啊，对无？这间因为这个土地已经卖掉，因为远东宣教会就甲这个所在。从送互圣教会，圣教会总会就甲卖掉去别位，要个定建设，毋过也未起好。也听讲迄个因在嘛广告是要叫人去聚会对无？对，因开始圣教会开始的是拢安尼啦，因为迄阵也未基督教拄去长老会以外拢无，真少。你若要传福音，有啥办法？就是广告，还是分啊吧。叫街路来叫人来讲阴暗几点，而且要做电影互恁看，还是要讲故事互恁听，还是讲因迄阵拢有一寡西洋的电影，还是讲拢安尼来，拢去招呼人来讲，恁爱信耶稣逐个学生，逐个新学生，拢是爱去训练报道啦，报道拢是因路边。原来是安尼，真趣味啊！吼，你看因的衫顶悬，阁有写爱来信耶稣。你咧想着咱的条啊，对无？进前伫台湾足侪条顶悬拢会讲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对无？因拢是广告拍落啊，安尼叫人较紧来。是，所以这个下骹这张是。迄个中大神学院以前的吼，像中大神学院对，伊要建这间神学院的时阵，下骹有一个牌纪念迄个皮尔斯对，含这个做伙去记忆来去的。是，所以当看到足侪历史吼，这进前真正足水的，无彩袂掉啊。就是这间神学院吼。差不多40-50岁以上的人拢，圣教会的人拢有来过这个所在。对，听讲我嘛是有来过，但是迄阵上细汉已经袂记得。从细汉你有来过是伫国小的时阵，袂记得啊，真水。所以咱圣教会就有四个什么四重？四重迄个四重啊，四重福音啦，就是重生，顶头生啦，正圣，来神医，来再临。神医毋是迄个，毋是迄个外口迄个人医的迄种重生爱过圣洁的生活，追求圣洁人，若无圣洁。就袂当见到上帝吼，来咱知影上帝有医治病诶权能，佮有最后伊要过来做王，伊要过来的对，因为伊要过来做王，
因为即句话，所以日本政府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哦，就禁止基督教。是，足侪团队人受足侪艰苦。有的人吼，我有听过迄个阿美族的吼，伊讲伊互日本人甲吊起来树仔顶讲，哎哟，信耶稣的人吊踮树顶讲。是，所以伊其实伫足早吼，台北就是为日本足早1922年，就是来遮伫台北其实有开一个，就开一个台北圣教会。但是因为二次大战的是日本人，迄阵就开始禁止啊。禁止，因为迄阵就是讲全部拢爱，大家人拢爱拜迄个神社，就是讲日本天皇就是将来全世界的王啦。你即摆爱先甲拜。是，所以到差不多20几年后吼，较个重开放啊吼，重启。所以咱即阵较有教会。日本战败倒转去以后，教会开始。是，就是顶礼拜对无吼？8月9日。顶礼拜礼拜日，伫台中东海大学。是，即个大学的中正纪念堂，即个是足水，就是咱拄则迄个教堂对无？即个。伊内底阁有去即间教堂，因为即间教堂伊的意思哦，你看边仔一支手咧祈祷，就是用祈祷的姿势啊。是路思义教堂，这是著名的贝聿铭设计师。路思义其实路思义是一个来中国传教44党的一个宣教师，因囝是 Time， 就是时代杂志的迄个创办人。时代杂志 Time 伊就摕钱，即间教会算在伊出钱来起的。即本伫东海啊吼，已经听讲已经是古迹啊。古迹是袂当，就讲一间固定的古迹哦，算现代建筑内底干那一间列做古迹，这个古迹嚟讲唔通甲伊破坏。对，袂使乌白甲伊拆掉的，无像迄个即本的中大生害伊安尼啦吼，去互拆掉啊。无彩吼，都无看到安尼。所以咱的100档有一个署名叫做庆祝会，是足侪人伫遐吼，等下影片嘛会当看到吼，足侪人伫遐庆祝，阁有原住民对无？伫遐唱歌。原住民就是阿美族的较侪啦，拢伫花莲来的，花莲台东。所以你看，咱会想着讲，遐尼侪人为你去互禁止了后，反倒搁较侪人吼，像咱顶礼拜也是进前讲的吼，咱想啊拢无欢喜，250档拢无欢喜的迄种。台湾这嘛是厉害的吼，传100档吼，啊搁伫的。这拢是台南还是世界？应该是台湾全省，就是全省的圣教会拢教会拢有代表过来。代表来遮参加100档的啊吼，所以咱就想着圣经哥林多后书讲着的一句话。讲拄着，就是讲拄着患难啊，但是阮无。甚至阮无屈服阮为难，拄着为难也无失望，拄着困着也无受放杀，受拍倒阮也无死无。这是圣经内底写的保罗讲的话啦。阮虽然有足侪患难，毋过袂要紧，阮拢无屈服，也无受拍倒。拄着困，这个什么？拄着困着，你还有炸着，你即摆顶悬了有炸着，还是炸着？然后安尼迄个，所以逐人有听过即句话吼，伫国语就是讲，虽然去互安那
就是去互人欺负啦，拄着患难啦，还是阮拢无屈服吼，拄着足侪危难啊，阮也无失望。是。但是上帝也无放杀阮，虽然受拍倒也无死，无得到死就对了。无死无，就是无去。格林德后书4章8到90，你会当去看圣经。对哦，所以你若有受到什么压迫，对吧？还是什么困难，你即阵感觉咱想伫要放弃诶，不要紧，咱诶上帝拢会甲伊保持着，而且伊会互你诶愿望吼，无安那无去，会阁继续哦。所以你若还袂捌上帝吼，欢迎你来附近诶教会吼。来明白阮诶上帝，来即阵要来看老师为迄个 Good TV 吼，拄好有直播啊吼，甲伊截录诶吼，咱来看即段影片，真精彩。台湾圣教会8月9号欢庆社教100周年，全台80间教会近4000人无惧台风风雨，齐聚东海大学举办感恩礼拜。与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印尼、美国等地圣教会代表一起颂赞上帝的荣美，并数算100年来的恩典。 Faithful ministry and partnership. As we continue to serve together, may He find us all faithful in our partnership. 这是迄个国際記念大会に参加して、先ほど総会長が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の主に対する熱い愛、それを皆さんのうちに見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。また皆さんたちのこの100年にわたる受け継がれた。台湾圣教会是1926年由日本圣教会来台建立，起源于国际宣教会的圣洁福音运动，推动重生、成圣、神医及基督再临4重福音，还设立中台神学院培育传道人。现有4大牧区、96间教会、1万多名信徒。原住民去华人台当去边过。其实咱伫台南信教会常常拢会当听到因唱歌对吧？因嘛常常来台南信教会唱歌。所以就是为日本留落来好的一个传统信仰。 这是迄个东台湾的教区。对，厉害，就是100档了后，咱个会当看到。所以，120档前，都有人为着一个愿望对无，甲因兜卖吼，厝卖为美国搬来东京。这个考门考门牧师甲考门夫人是足值得咱纪念的吼。 所以咱后礼拜来讲考门夫人。是，大家若有听过、有看过这本册吼，叫做什么《荒漠甘泉》诶。荒漠甘泉。拢会熟悉这个考门夫人。
今仔日多谢老师，多谢咱的观众朋友吼，看到美华吼姊妹来一只甲咱捧场啊，多谢咱每一个人甲家己起一个赞，对无？因为咱拢会是为着一个梦想，为着一个理想的吼，会当放什么讲安那放弃，对无？会当卖家己的家产安尼。愿意向前行呀吼，好，多谢老师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礼拜再。